詞語一、吩咐，吩咐。二、分享，分享。三、鼓掌，鼓掌。四、視線，視線。五、講述，講述。六、害羞，害羞。七、交談，交談。八、友善，友善。九、介意，介意。十、友誼，友誼。課文第二段。靜怡是我們小組的成員。她很文靜。時常皺着眉。沒有笑容。她有一頭長長的頭髮。喜歡把頭髮散落在肩上。遮掩着面頰。彷彿想把嘴唇也藏進頭髮裡去。不讓人瞧見她的兔唇。我很想幫助她打開心扉。